众朋友應該全地吼，呢度散飯最有名係乜嘅？是一个雪玲姐。佩姐。啊，在做米是最赞的，客家最传统的米头，抱歉，我们俩要学起来，好，要不然以后我们的孙子找不到阿公阿婆的味道。真的，呢度嘅垂條錢用安，你們的錢很大哈。对啊，对，這個是千元鈔票比较大，有香吗？比該還很好用哎。对对对。你有冇很模小，是不是故意我找小鮮肉？对，我很喜欢小鲜肉。 OK， 这道菜真引动离婚，因为他等于是花了1年的时间都会准备，为了今天的比赛。佢去年就報名咧。真的啊，解。但老人力雪玲姐拍吐司哦，没有，啊，你弟爹馬莎嗎？第二那种地区对，，规在3万多年生。啊，你覺得它像水梨嗎？辣吗？我說它的甜度，香嗎？周生一看到动还是啊哦，不年第天是很开讲哎。看完我之后，回去家里就换电视。聽說係甜點，你啊，電視應該没有，我電視剛買的。刚买。快姐姐，你會不會聊天？我们这本来要接电视的代言的，好，过去吧。我们本节目最会聊谁莫是谁，你知道吗？誰？林胜志。對，该有可能系模式嚟嘅，系啊，其他什么自家咪話過咯，係啊。你挑起男人之間戰。泰式紅咖喱醬，人家有賣啊，我買到你咪打天發不低啊你！波開始，其實我後來慢慢喜歡上這一 part。啊，你確定？你下睇下我眼睛看一去到體類嘅表情。 1、2、3。你選沒有辦法接受，你要把該東西，你要洗主廚還是滷主廚？滷煮出來，都做出哎，參拜滷煮啊，這個要站遠一點，太水這種地係冇咁嘈。對，我是只有啊，太遠了，小姐。太遠了嗎？出境。全台灣的麵店全反走兩種風吹到一種，這樣明珠姐再也不敢去麵店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哎，中白跳，今日同歡喜呢來到美麗嘅3萬一到畢業哦。嘿，該三番嘅連錯腳吼，來到動到白咧。哦，真勁啊！而且呢，特別來到啲人看，按好嘅鏡子，看到就本人家做講心肝爸爸開，3萬就會按樣。嘿，觀眾朋友應該全地吼，來到三番最有名係乜嘅？是一個，哎，雪玲姐。也是啊，哈。係啦，今日冇來啦。來啦，其實無限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先生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錢玉鳳錢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你好，還有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阿丁哥你好。好，三下來呢，馬上先來分享到沉水站，風吹嘅沉水站，我要祝你係表姊妹哦，父妹節、老妹妹節，放羊。放羊。我們節目是最多妹子的，嘿，你也算是其中之一。什麼時候不算嗎哎，一直都是。 ？OK，好好。沙來哦，咱對方到嘿表姐妹哦，有鳳叫到青玉鳳，放羊。好可愛。大家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這是大家好。二鳳到二妹的對決。對，風妹嘅對決哈，來搶講一下都3萬一到畢業，還有乜嘅好教嘅啊，好食嘅啊，老大家來紹介一下。啊，3萬有一隻千號嘅環境啊，哈，遊覽勝地，因為88坑道啊，它以前是礦場啦，對對對，現在沒有了哈，就改為遊覽勝地啦。 88坑道88坑道，嘿好好，以前呢礦坑啦，礦坑啦，哎，礦現在坑，礦坑，哎，然後礦坑，哎，礦坑，礦坑，坑，拍手。好，啊妹妹知咧，還有乜嘅做補充紹介？還有這樣嘅肉眼，當好食的哦，用整呢，用整的哦，哦，就當不卡做嘅咁樣嘅，不用泡菜啊，用整的。係啊，我覺得有可能是美美姐去賣的。我都打廣告這樣。啊，還有乜嘅好搞好料嘅素菜，經典老大家講一下。哦，你也是3萬鄉吼，你嘅隨你青春命，哦，個真好食，你3萬你青春命。他應該自己也有中。有這個中啊哈。安有鳳姐咧，還有乜嘅？喺呢啲一片當道嘅步道，大家有閒嘅時間，都坐在來保持我們的健康。嗯，好，來行標一很多下。步道好幾座。係啦，好山好水就是三灣的特色。有獎大家聽我來到3萬了哦，馬上就可以係剔出嚟食材係乜嘅？來到三灣哦，兩片具體嘅食材打開了本大家看哦。好，哦，菜頭錢。老佩姐，看到你就想到阿婆。
阿婆的紅面湯啊呢，馬上嚟先來分享到呀嘅做老撇前嘅牛年分享到嘅部藍銀記。來英姐，來。咁西講老撇前啱講啱響。細啊！係七個細，阿姐中嘅老撇了。係七個鐘誒。哇！數唔睇咯，數哪嚟衰去？你讓牛慢走啊！係響數唔睇數哪衰去了，那數嚟衰去了曬。係咯，我要真見冇按過嘅。好吧，我開以前都開紅白去曬，今年唔是，你也不看吼。無糖好曬。有無糖有苗誒，有苗嘅裝訂嚟曬。哇，幾當麻煩。你有食因為佢放老撇咧，佢就喺度食。係哦。佢要搓呢，老撇咧搓當麻煩呢。四槍咯。因為凍奶啊，老撇全部都奶度啊。係四槍來哦，有索咧。索到啱碰哦。哎呀，今日有冇可能凍到冇咧？我西電、冰電、空電來用啊呢。今年正月嚟曬啊！正月嚟正曬，黐黐嘅啊！你阿忙嘢哦。你做啲做乜嘅料理啊？做咧煮湯落3千肉。最主要係煮湯啊！煮湯真見到好食。啊，今年大佬係湯係嗎？有。哇！那就3千肉嘅，只有1碗油哦。泡到安台甜一點的哦。有泡嘅好買啊！啊，呢種米是最正的，也就係最正統嘅客家米嘅米湯。真經會上到阿婆吼，該菜條嘅甜度哦，完全照落而家湯嘅地位度咧。係啊，而且我變滾啊！西講嘅老撇咧啊，要老撇前要較車，要較香，要較香啊，吼。當好食，即係有使冇？有，沒有使啊。啊，咱這個阿姐自己去洗。當好食，當香。自己有做嗎？有，從前特別阿婆嘅米食，阿婆從哪來做來用？真的，這個每一家的味道都會勾起來。客家最傳統的米湯，伯謙，我們倆要學起來，好，要不然以後我們的孫子找不到阿公阿婆的味道。真的，真嘅，自己也可以曬曬看。對，要在家裡面做練習吧。首先要先練習刨刀，真的不好刨，沒有在開玩笑。等一下應該不用現場刨啦，哈。不是亂猜猜。好，今日呢就拿菜題按針對老撇前 Q 下來做踢館嘅挑戰咯。博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利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一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又到嚟你嘅踢館嘅挑戰咯，來看下你風吹菜名係乜嘅？老撇前炒肉絲，打 pass 打很明顯。嘿，老撇前炒肉。對呀，老撇前炒肉絲啊，哈，最茶飯呢。係炒。老撇前要拉米頭啊，哈。來，看看一下，咱隨今日會做嘅料理係乜嘅咧？老撇前炒松菇，好健康。哇，兩種菇呀呢。好。既然按樣嘅話，我嚟比賽就變咯，哈！大家有信心冇？有哈！比賽馬上開始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開始啦，阿姐，哈！我嘅也係有老豬肉嘅，其實重點是要比嘅老撇前。有的人嘅老撇前曬了冇米頭，會曬到冇米動作。對，香味很重要。先去聞一下。很有可能先聞一下，菜標給你聞。哎呦，講到個菜條哦，呢個菜條先用完。你們的錢很大哈，對啊，對，這個是1000元鈔票比較大，說的。皮皮哥呢？有香嗎？哎，比較很好用哎。對。這幾個細係嗎？係這個細。哦。這個削的這麼大片是可以自己控制的，係嗎？冇啊，用那個平穩啊，用那個它做好的模型啊。哦，豬肉只有省湯過的係嗎？很香哦，好，兩位廚師。最新鮮。對啊。用煎的啦，用煮的。用個煸啊，煸個炒。會煮湯哦。我們客家媽媽最會煸了。煸，啊，等下煸嘛啥？煸豬肉啦。哎，太子，等下我講，等下煸家啊，嗬，你聽唔好講緊。煸脆又香味，三個煎下下一鋪。然後水還要煮嘛？該等下。湯一下嘅，連煎。哦，OK，好。好。啊，先過去看一下藍色。好，等下倒轉來，好。哦。哎，你每日準備水果哎，阿姐你做乜嘅那個配？哦，你們比較有錢呢。啲嘢先包，包到油，唔能夠用下包。煸出油哈。就這樣子用包硬，是不是？厲害。你油先包。你看有錢啦。為什麼？卡盤啊。這個我切3角形。哎呦，
铁三角形。形啊，我们带比较多钱啊。还有钱，有钱人啊！啊，怎么个有钱上国金啊？他家好看啦，这样也好吃啦。一道有同东西啊，記得咯。你係圈出係嗎？係圈出同下嘅唔同嘅同你下。跟下就皮一下風吹嘅吹挑錢啊，有咩皮一下嘅？當然中午食下晒，甜不辣？中午食下晒。誒，要香誒！慢上度學喺度啊。很多拿一盤子做得嘞。你要怎麼解會水水啊？先浸過水啊！我一浸滾熱咧，真的。我這邊就唔切。啊，像準備師傅哦，叫佢浸酒。浸酒啊，對不對？浸米煮咩做得嘛？你係應該懂得。係啊。回頭聽衝嘅嘅香味是唔見咧，係香味嘅。嗯，挑邊水四牆啦，四牆呢邊就第一節，我四到牆下。你時候常常夾個香味本食咧，係啊，將佢夾個香味特別尖。當我做唔到，冇香。你是不是故意找小鮮肉？對，我很喜歡小鮮肉。所以街道街本係煎嘅腿條籤嘅，煎腿條籤嘅米啊，等下個水沒有用到哈？我用到。最香就那一碗。那個最香。圈場用幫我直接炒落去燙過。燙一個好食啦。倆係光。烤是好咧啊！安用較無按強，因為安伊炒的時間講佢講話炒香蕉。對，會沒有那麼脆啦，燙一個較強啦。好，我們先過去看一下。兩種香菇啊，雙菇啊，雙菇，豬肉是配角。對。哦，開始煸了哈。煸，唔是甜筒趴，啲煸。等下片煮給風水挑哈。好，這個不要了。哪一個不要？我幫你倒掉。火。啊，火不要了。係啊。誒，呢條味煮雞粉係嘛計？公式嘅。煎脆挑籤嚟哦。好脆頭嘅，大家料來用哦。我料啊，我們很聰明，很做得了哈。要聽聽的煸，煸一下。誒，兩隊準備的食材都好多。唔是甜筒唔怕，我煸還當了甜筒。做得。啊，妹妹姐，以前俺都係生日瓜，今年嘅主題咩生日瓜哦？哎呀，生日瓜會跳擺盤的，擺那個旁邊的。來，你係擺盤都要列到，要列到。生日瓜會燙一下嗎？唔是。好，雪上嘅哈。係啊，鹽巴和糖。鹽巴和糖，好，列到。這就可以吃啊。那你需要2碗嗎？要。好。這道菜真引動離婚，因為他等於是花了1年的時間都準備，為了今天的比賽。佢去年就報名咧，真嘅。解。但老文你選姐拍同事哦，啊，你爹馬上嗎？爹啊，用爹。全規則3萬多年食。啊，你覺得它像水梨嗎？覺得很辣。我說它的甜度。香嗎？周生一看到還是啊哦，不贏第天是很開講哎。看完我之後，回去家裡就換電視。聽說還天生低啊，應該沒有，我電視剛買的。剛買的。姐姐，你會不會聊天？會不會聊天？我最喜歡煸豬牛哎，超療癒的。但是等到我被煸到的時候，我就放棄。路街生日瓜嘅時節係煸幾多燃幾多湯啊？大概最佳比例哦，就是媽媽的比例，對媽媽的比例。哦，俺都有3條。蒜頭好哎，蒜頭，酸甜了。你當貴啊？酸泡咩都得煸。你的脆條先買個時節去煸。脆條啊，我撩起來，撩起當鹹炒。我喺度先狂改片哈。好，來。煸哦哈，好，要不給有一塊鹽都可以。哇，我們美術老師開始在擺盤咯。哇，這真是美術課哎。等下先去捅哦哈。有。我們豬肉真的不多哈。對啊，這個比較多，你沒炒那麼細。哦。你講那麼小聲，還是收得到聲音。講台上的誰上？哎，講台上。講台上來，來咁講講台上。因為不然師傅他們只能看重播才知道你講什麼。你睇住啦，睇住啊。因為香菇哪一種會先煸？炸的先煸。好，等一下聽說煸出炸的先煸，就是這種煸的畫面最好看的。香梅出來了。像整香菇的時節是做啲煸酒咧哈。太極呀，它全部當做黑嘛，對嗎？客家炒牛都會煮誒。對。我特別喺學校做營養午餐做15年退休。哇，這是愛心媽媽。15年哦，15年。跟老文你選姐拍同事哦。退休。
嘿啦，基隆啥是雪玲姐好姐妹啦。哎，唔係，我摸，我啲長片嘅。哦，啊，你弟弟嘛啥嗎？啲啊，我用電視，你我用識，當初。規則3萬都認識，一規則3條都認識。哎呀，啊，你覺得它像水梨嗎？太乾了。我說它的甜度。香嘛。等下，山南呢一定出名嘅。等下看到見就會驚到。啊，你下芒表呢？跟馬上一下，跟冇人夾。基隆它會分塊炒誒。要香咯，唔是。主要要好，我們去那邊了哈。好 ，OK。一片係唱發出來，一片係小黃瓜。啊，師傅問一下，做乜嘅基隆會分塊炒啊，分塊餅，做唔得強下係嘛？這我們讓受熱麵才會當完全熟程度啦，炒過等於香味道會出來。等一下會炒啊，炒到皺皺啊，咁個該水會溶過嗎？晒啲咧，用手做唔得。你早晨一看到還是哦，因為不贏比天生開講哎，所以很多參賽者來到我這邊看完我們之後，看完我之後，回去家裡就換電視。哦，對，因為本人比電視漂亮。哦，應該是電視的問題。電視的問題。聽說係電視問題啊。電視問題。沒有，我電視剛買的。剛買的。麥姐姐，你會不會聊天？會不會聊天？我們這本來要接電視的代言的。對，他就接到。好，過去吧。你不要厲害，不要厲害。我們其實快好了。我們吃米通嘛，我這個加熱過後要不要試試看？我就要放一點那個糖啊，放點糖，這樣配合也。哦，哇，人家看到你強醬的啦，他覺得太甜了。現在參賽者遇到小鮮肉都會怪怪。哎呀，阿鳳夠，你到底要找幾個妹子才夠？對啊，這裡有2個妹妹。明明就3個哦，你又忘記了？哎，陳明妹，我是客家妹。對，你要炒到用半音，不好給他熟啊。好必熟啊，本來要黑啊。啊，啲妹本來就熟嘅咩？妹本來要上嘅喲。開始講講調米，他冇米頭。米頭呀，吃可能我吃，你真要吃。那吃到我們要冇有米頭。我哋啊，哦，我哋狂雞片我哋。安澎湃哦。係啊。哦呦，難怪你剛剛要打在下面。不會，這樣不會。哦，叫去好嘞哈。差唔多嘞嘛，好，差唔多嘞哈。好，倒數哦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試試看下鐵管地度，哪副卡米是較好食呢？羅佩倩呢都係客家人呢最有ฝี意嘅一出料理嘅嗬，兩廚呢是媽媽做出來都係最讚嘅媽媽味頭古爽，等下不管甚至係用白泥啊，都係最好嘅。好，先來試試一下鳳脆嘅，哦，做啲來食咯，來食咯。應該是你掛，係嗎？羅佩倩要加凍車，凍茶飯凍針的。哦，你就選到該是你掛嗎？都好選呢。好吃哦，凍車嘅，好凍針掉嗬，古爽。羅佩倩佢聽落一些豬肉，這樣唔會聽仔。可唔可以進去用吧？當紅色，我覺得都滿意。好，下次喂。好食嗎？好食，好食，好食。這古早味。那你嘅比較幾耐咧？當然啦，好食啦。攞去看就會啲咧嗬。啊，羅佩倩都會去架空都不卡色，聽聽對不對？係啊，都去卡西啊。卡色有買啊。當澎湃咧，係咪係？可唔可以之後南水煮嘅，嗱呢啲比較起來，中央案好食，中央案好食。哦，我剛才覺得 Andy 還好食咧哦，因為 Andy 佢就講送菇啊，菇嘅梅子也很好用啦，係啊。哦，牛鳳姐一起加公款，大家都好，他們的比較好吃。紅隊的比較讚，你確定？你好會拼盤嘅哦。好，今朝嘅時間到了，馬上先來搶齊師傅搶半分數。看啊！哦，你下放下阿邊個搶半分數？哇！你比嘅咯。其實不來公平哈。哦，那公平哦，兩片吼，蘿蔔前又叫炒出味道，啊兩片可能是正差佢間冇炒到暗香，佢嘅下香啊，是正差的暗用飲品啊。以前兩片吼，真炒到意河，但是正差到安脆了到，就用咧走嘅香菇海炒，又倒一隻咧走嘅香菇嘅香味啊，是正差到咧香味嘅部分。哦。哎呀，阿姐，你看啦，唔係記得很好食，係強中好食。冇錯。
好，睇次下都拍咗來製造可能唔過你有買到有嘅老皮錢哦，真叫我來留一到客家種地都嘅阿姨啊、阿婆啊來教過一下，當前面都啱好嘅食材，希望快啲家來曬哦。講一下叫咩詞師傅拿下老皮錢變出馬嘅大家冇上過嘅自個料理咧。種埔素滷菜。好，又到係詞師傅料理時間咯，詞師傅叫咩菜名係乜嘅？好時機，就係你啊 Good time，good timing。啊，應該撈蓋兒有關係啦。好食的蓋兒啦。哦，好時機。你做的沒有不好吃的。真的嗎？真的。啊，今日就買食材。好食乜嘅？好彩頭嘛，菜脯。哦。切架曬啊？冇啦。哦。冇咁厲害啦，梗係對媽媽細啦，咁冇咁厲害。還有咧，蓋兒雞胸肉，還不一樣，你係鮮地瓜，你係鳳爪，你係玉米筍。哦哈。啊，你係啱基本係結合到泰式，泰式嘅加紅咖喱醬，佢加醬地步要加香茅南薑，呢個就係皮款啦。因為辣嗎？唔會。你冇食辣係啊？係啊。就好像韓式的辣，係啊。泰式的咖喱醬去調的，有一點點那種，就像你講香茅是不是？香茅南薑最基本的，嘿。不要放口袋哦，哈。帶咗依然要封記。啊，像了玉米筍要啊，啱先同過。係一碗粉啊，你係麵粉，一定要做一張麵糊，你更要用鋪的，用鋪的，吼，食到間嫩嫩的感覺。好，那就先處理個雞胸肉。我先切薄片哦。按鋪下夾啦，啊切到一條一條，從間一條一條。哦，而且挑哦。切挑。等下該用嚟滷過嘛？唔是，然後咧啊，開始來鋪一下哈。咩我粉粉？係啊，粉粉。哦，先做一張麵糊。這個不用過3關哦。不用，過一關時候咧，水要甜甜的攪時候咧。應該係用中間啊，中間啊，高筋啊，低筋。中間啊，中間啊。睇到啊，冇拉幾多個。你很會把姐姐呢哈。聊什麼？因為聊什麼？我們本節目最會聊什麼是誰？你知道嗎？誰？林盛智。對，真的是這樣子。真嘅啊，很要讀什麼主持人咧？改掉可能係冇識的咧。係啊，依家係什麼自家咪話過咯。係啊。你挑戰男人之間戰。安是差唔多安樣事咧，遇到黏黏啊樣。遇到黏黏，像破洞是個須知道，聽出係用中間麵粉係嘛？中筋到低筋到高筋啊，其實差別在哪邊條地方？嘅筋性啊。嘅筋性有啲含油，有啲冇含油。所以看你自己後續嘅口感係嗎？係。要問問天就喺問下。有風景要都認真看嘛。有我看佢。真緊就會師傅，真緊啊！我們都好緊張，好緊張。你現在還緊張啊？咩呢組呢？不是我，硬係講啊，硬啲都坐喺做時就當緊張，開始坐喺做時就當強。啱咩係幾百攞呀？啱咩會緊張啲喎？去到另一片款師傅做，又像到天時當款嗎？冇啦，當然你特別較實在，比較3D。較實本啦。莫打爽啊，都全部融開。好，從你先到機攪一下，拉下來。拉一下。哎，用破果以後嘅肉是會熟咧嗬？會。你老師就會炸到金黃，係啊。用長筷子嗎？唔是，炸到金黃，可能會痛到嗬。炸到金又有熟，是熟嘅。差唔多咁樣播件嘅時候，我啱啲先加油來炒雞，嗬，加啲東西，先炒埋緊啲啊。炒啲啊，炒半幾香，火會太低嗬，太火炒。而家挑先要倒雞凍用油，可能機要雞油啊。見要鋪下要油吧？你有習慣了嗎？是啊，凍嫩咯。他們說不要，可是他們手還是有。有啊，沒有思考沒好事啊。某一節嗬，該下講唔是啦，眼睛一直在找盤子。有啊，對啊。做得切先看，你做得試看。唔是盤的啦，唔是盤，其實那些東西。我是等下做唔得。你看，是不是一看？係咪？我看佢當好啊，全部客人都懂聽哎。係咪？對啊，你好像不用去月子中心做，真的哈。你去婆媽教室就好。可以哈。講到輕。3個班。3個班，衝3個啊！硬唔要衝。哦，從咁樣衝，你看，即係硬硬擦，要啊，擦咁樣要哈。香木差唔多出來咧，然後都要冰。呀，椒呀，強下冰拍。掛哦。誒，包少少唔係強下，因為你要通過咧。哦，係熟嘅。
哦，全部係切挑哦，切挑啱到該輕到強。中央啊，呀，看到抖音整呢。對啊，題板用看的哈。專業學啊。回去會不會被徐師傅圈粉？然後我們沒有圈粉成功？哎呀，不會不會不會。先講私底下不能要賴哦。早就要了。泰式紅咖喱醬。你看有賣啊？冇賣到你咪打天發不低啊。直播開始，對。其實我後來慢慢喜歡上這一 part。啊，你確定？睇下睇下我眼睛看你去到體裏嘅表情。1、2、3。哦，又選了。沒有辦法接受，你有冇在東西？像咱哋這樣說，太薄碰起溫度同佢來，哦，我哋都不用呀。哦，入落去哦。而家等下慳加一點水。誒，師傅從兩號到外邊買嘅書籍，佢係乜嘅名啊？它有名字。泰式紅咖喱醬。哦，泰式咖喱，你看有賣啊？有賣。冇賣到你咪打天發不低啊。直播開始，香茅切油油啊，南薑切油油啊，是邊按用辣椒，湯。哦，你睇下加湯哦。因為用辣係嘛。然後個鹽巴一點點提味道，好，呀，下來。好時機啊，好時機。好時機。不用落去嘅好時機。不用落去。因為這有一些像麵疙瘩。QQ 啊，因為你溫度冇拿夠啦。哦。頭先個溫度下夠，就其實會合齊啦。按煮好嫩嫩，按凍好食咯。等下食到。你今天的盤子好低調哦。有嗎？你看得懂那道？這個不是幼稚園餐盤哈。咩啦？哇！我辣豆也係甜豆，請選擇。做得來，因為炒人唔是講。炒嘅組合啦。好，按時差唔多好咯。哎，你今天盤子這麼低調，是其他盤子還沒洗嗎？啱啱洗啊！哦，我兄妹嘿。係啊。哇！顏色也有搭配到。有啊。有種狗狗雞的感覺。狗狗雞哈，好時機啊！本到石頭豆都根本炒好豆啦，係啦。都需要咧。又到啊。哎呀，本太可以嗨。好時機。阿娘去後 C 咯。帶祖雄嘅色嚟到咧，爛吹，風吹。哎，都我們自己在說，是不是？因為對4個姐姐來說，他們剛才已經吃飽了，大飽眼福，對，用眼睛吃。這個有激不激不重要了。對。哦，出天夢冇小鮮肉。哦，出天夢嚟啊！好，天夢係嗬，鑼鼓已經講嗬，幽梅木架十血種，三攀菜頭兩攀薑，呢一句話係第一講乜解咧？哦 ，A 父母疼惜愛護子女 ，B 父母嚴格要求子女 ，A 係 B 咧？先不要講答案，先猜拳。公教天來，先起行弓箭，剪刀石頭布。哇！誒，冇是英式樣咧吼，係繞二棟石嘅聲啊，係繞二棟音嘅繞 Q 嘅聲啊。來，我們只能拿 A 了。好，到底答案係 B，也係 A 咧？答案係 A 哦。還是講 A 的。等一下，這邊吵架了嗎？我講一下，呢一句話意思是講有啊，老愛啊捨不得這個嘅什麼又要搞到生活艱苦的地方啦，哈，是講天下的老愛都很疼惜子女啦，哈，所以答案係 A 哦，哈。拍攝呢？啊，唔是本呢，我們直接筷子給我們直接按一下去好了哈。啊，風水冇有石爛水哦。我給我們整啊。哎，我們繼續用眼睛看哦，更要凍嫩哦。好時機呢。那就想回事。整英凍小哦，他剛英凍小是個泰國的紅咖喱啦。我喺咪咗當針啊，當叉飯，我要隔整件好食嘅，當好食，佢件要當嫩啊，當嫩嗬，嗰隻嘅配色啊哈，全部都當好。我係非常好奇嘅講，因為紅咖喱嘅醬喺每時好重，
我菜挑青很食得多吗？所以都给它切粗，还给它给甜。真的吗？养米很多，真的不用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。好啦，总共一季呢，用你嘛，客家人当时用到配的米头，上次用的呀种的变化啊，不卡住，冇叫我的菜色啊呢，都配前里偏偏没木卡住油啊样，喊你摆出来吃做看啦，好冇？好，我开来练习看啦吼。挑战呢一比一咯，马上来进行最半米关挑战，睇起靠加油咯！料理逢绿燈，兩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丁完成種葡式實天愛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粉粉麼？一家之主，你隨來上菜嚟。好，又到了料理逢绿燈的時間咯，太起來聽懂期待。其實我後來慢慢喜歡上這一 part 了。啊，你確定？真嘅啊，因為它有驚喜。好，等一下睇下我眼睛看你去到體類嘅表情。體類哦。體類，地雷。菜名係乜嘅？紅燒卵絲。哦。手工嚟哦。廣介手工呐。好，等一下我用鳳姐來。慢慢知道用風機啊，用啥菜全讓佢先來先，好冇？好，剪刀石頭布。啊，你讓你好，你先去。好，你先先，你先來。好，一齊係冇？一、二、三。哦，這個石頭什麼呢？助理頭。又是我沒有辦法接受另外個東西。還要紅糟來做哦。好氣到街。我這給他去給馬屁耶。你有哪張？我你要張哈。確定哦。確定啊。確定哦。最誇張可能唔係該加的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！做完啦！太謝啦，看看這個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菜挑先哦。有意思。來，那得。我剛才不應該說我喜歡這一關的，莫名其妙。對啊，你剛剛不是說慢慢習慣的哈？等下他就師傅天修啦。好，馬上來進行最半米關料理逢綠燈。好，料理逢綠燈呢，今日原理逢最出到一個主山麻做講起嚟，有2年來節目出到最恐怖嘅一個食材。啊，等下該不會要表演一下蛇頭的料理方式？哦，當然，這一定要的哈。好，亮吹有信心嗎？有啦哈。你不用問這邊啦。不管用嘅哈，一個做馬客家人最會做。係啦。食材冇關係，照着你的料理方式就出來，好嗎？好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開始嘍。拜託，你們60秒可以給我們嗎？應該係問爛錘就醒醒嘛。我想到這個問題唔是問，你都沒有問紅隊，你剛剛都不敢看他眼睛。我有看舌頭。其實咪摸一天哦，你摸一天哦，真緊摸一天，真緊。做馬嘅什麼會好食？摸一天哦。摸一天。真緊摸一天的東西。頭牌就處理過什麼嗎？吃過，不是處理過。哦。其實豬舌頭還不便宜呢，因為該什麼哈，該當本還有一層那個膜都要先去掉，這個有處理過的，對不對？所以我聽講呢個上咧肉嘅方式，撈呢海產嘅方式，最主要係梅頭。哦。與好做到嘅梅頭膜係重點。不過什麼嘅基本性嘅梅也是好重嘞，它要怎麼樣用個做馬嘅梅是牽狗皮。幹嘛有蜜頭？你聞聞看要不要？它本來就會有個豬腥味，可是我喜歡那個味道。又對你冒險。這是可能可以通火誒。要通火呀？真的嗎？真的。非常好。還有膏。那這個不用切了，謝謝。不行啊，可以啦。不用那麼多。這是說什麼嘢哦？係香嘅。那樣哈。係咩？真經係香嘅。像豬頭肉，豬頭。一條就夠嗎？先生。哦。你們贏了，好吃嗎？當到食材，真經好食。好食。要按用湯嘿，我湯都老聽嘛。你係唔會攞嘅東西。必熟就好。什麼唔會攞？加個多馬海是從多馬牛樣嘅，電腦可能都冇做該。史上遇到最難處理的一個食材。你講蛋腸是凍好食咧。
简单调味就好。拿醋啊，也很较好吃。刚来之后哈，要必疏肥，不用关火就好了。你要手改动。好了好了，关不用火，不用关火，不用泡。它主要是去腥啊，啊。你要用厨师摊数爱吗？呀，我用俩哈吗？啊，切好的可以。切好了，会吗？干嘛？等下我们回来就马上用。好好，你先还不要动，先不要动作，好，等我们回来。不要动啊！可以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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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飞跳，可以飞跳，可以动。听完，我自己可以动了。刚才去的，哎，你真的整条吃光了。真的。刚才去都动很福哎，他第1名，猪肺第2名，真的。这在小吃店可能算两盘的量，而且这很贵，真的。这算2盘。你刚才去，你知道要付钱吗？这个量大概要200块哦。要付钱给我们。啊，3磅。主持人有没有算便宜点？3磅啊。没有，还好贵还软丝。对不对？软丝好贵，那大概200块啊，比小卷什么那些都还贵，花枝比花枝都还贵。所以来 U 做嘛改东西诶，炸软丝啊，破，炸过如果冇破完，炸过还 Q 啊。所以应该全部找他们的破过去啊。我就叫炸过，炸过如何买啊？我记得有冻成哦，你看该软丝跟外皮哦，全部都白剔咧，该去皮嘅眼镜系嘛？该老大家讲一下。讲他唔会出手啊，他冇按出手啦。有的你可能他感觉煮过以后，该皮哦会变 QQ， 变得很像橡皮筋，很好难咬啊。我前片都安利好呀。因为我很爱吃花枝啊，然后我买不起软丝。你基本上什么都爱吃。对啊，嘿啊，讲你个煮什么给你啊？真给你嘴。你有咩师傅可能煮煮给你们。哦，叫我腾熟嘞，系冇？系啊，而家用个撬，用个撬。哎呀，我们那边也要用喽。系啊。好，某人用电工改变好嘞，好吗？等下找我点开啊。好，不要动哦，等我们不要动，不能动，不要动。你叫我不要动哦，我真的不要动。好，我用了哈，讲一下通关密语。洗主厨啊，洗主厨。不是习主席就好。所以我要请你帮忙。很有诚意耶。想都没有想呢，就是你嘞。好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继续开始。你等下是这个调解酱时候嘞，哦，两面穷啊，害一下哈。因为不给挑酱哦，他就是要让你挑酱长的。我是因为你其实做的算通过啦，哦，通过几下加熟，从通过几下加熟。啊，我等下是弄俩老米挑一只酱时候嘞，好冇？从俩。你要炒饭去熟哦，因为冇买时间，你等下一点么饭去炒过。做嘛梅头莫讲强冲啊，用去拿吼，30秒过去，安夹哦。有30秒了吗？没有。做嘛梅头码表真的坏掉了。你把俩水点嘛，马上打天马了。啊，我加含豆水哦。你炒到饭去熟之时候嘞，啊，我的啥嘛？吃下梅头，要入味哦。吃，不要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你要洗主厨还是卤主厨？卤主厨来，卤主厨。哎，参拜卤主啊！这个要站远一点，太容易很猛炒。对，而且只有啊，你太远了，小姐。太远了吗？出镜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收支就好。收支炒不进熟食炒。好，咱去没有用嘞。收支就好。没嘞，安时候嘞哈。哎，米头就好哎，必输就好哎。来，神奇的魔法哈。哇，太安够哦。请帮忙。哎呦，还马莎喽！请我们厨师那个神仙，你要洗主厨还是卤主厨？卤主厨来，卤主厨。哎，参拜卤主啊，卤主。等下，你俩上个用慢做。就是那个也炸过哈，炸然后也都没全部溜啊，个那个炒。但是我冇按到时间啊哈。我两个买的，你已经跟他聊天10秒没了，以息可惜。可惜，好，那一片料到让你炒了哈。啊，等下师傅的时间，那这一锅可以先剖那个吗？等下你是剖的哈，你要做一下酱，淋上的时候嘞哈。他是不是要叫你剖？一起会让你师傅让他剖哎，师傅让他剖哎。你要不要停水吗？这个要站远一点，太远了，猛炒。对，我这只有啊。你太远了，小姐。太远了吗？出镜。唔会啦，唔会。哦，还好。哦，
还好啊。等下你是继续泡哈，泡好是拍到盘子当过去哈。哦，唔会向下炒哈，不是炒嘞，不是炒的哦。可是你不要一起泼嘛，这样会不同熟度。用拎送啊，拎送用拎送鱼头嘞。对，大哥不同熟度，不同熟度。我高矮的人比。你看台湾模头哦，啊，我保求这个social distance 哈是很重要的。一点公差哈。等下好的时间是啊，要继续泡哈，紧泡。你来泡吗？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谢谢。师傅，你要用咩狂嘅熟也冇熟？时间到，时间到。好，又什么是做的嘞？你要夹来泡吗？等一下。哎 ，Hello， 时间到了，卢师傅，卢主。阿姐，我先来讲。注意下手嘞哈，去下眉头啊。这么厉害哦，先并落去嘞，等一下你全部并落去，会分不出来。嘿，你系起泡不紧可能，你等下好的些时间回来，找个继续泡哈。好的紧泡是并下来哈。哎，帮他拿卫生纸。好，做得嘞。溜起来哈，你做得嘞。你啱啱過腰哦。係啊，等下嘴妹，不要，他還要繼續炸。好。不要人了，可以了。你確定冇見風射呢？做得啦。按彩條一點，做得嘞。應該腰線嘅啦。夾個，快，要時間哦。夾。好，成。好嘞。懵機嘅。哦。好。夹片沒有向下做，夾片沒有做。二三英波，那麼二三好嘞。夾到係哦，夾個冇時間哦。夾到好嘞啦，夾好嘛嚇。好嘞啊，好嘞。呀，阿楊吧。係好嘞。青椒，等下水妹應該全部沒泡泡啊。過腰誒呀。你自己試一下味道。咩師傅試誒？應該好。摸下去啊。已經過掉。哎，辣是表弟弟該味淋呐。可以哦。好嗎？好啦，改咗 cam 而來哈。好。哦。哎，固定咯。好，阿英好，固定咯哈。冇得新孔改片咯哈。有保險嗎？上林上魚，才不用上魚熟嘞哈。怎麼還在煮？沒有了，我要像廚師當然濕的米頭。不行的，沒有了。煮太久了，還在煮嗎？該凍嗎？會漏體嘞。有了。阿姐唔怕，真的為什麼唔會熟，唔會落體？體味有鬆嘛？體味有刺身嘛？都會啦。你要問的問題是該細肉白體嗎？有了，重點係該細肉白。有。該細係重點哦，要加胡椒粉嗎？自己決定，來姐姐。要鹽味，要還是不要？鹽味，就是那個味道。好，鹽味最好。好啊，所以好 DIY 哈。好，這樣子啊，倒數了。走得好，差不多了哈。片頭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看下最杯麵館，哪部卡真係你嘅台中鋪咧？第二關呢，用那個走馬哦，真嘅兩隊剛，特別是藍隊剛才做的董金總哦。嘿哦，他們都偷偷流汗，沒有被我發現。觀眾朋友都看到董金總哎，但是今天的這一道料理，用煮都用到廚師幫我。好，我們先吃看風吹耶。好，那什麼還有豆豆哦。啊，對，盧師傅你最了解我了。你也奧豆雷夢。好吃，但我會講到它的舌頭，好吃嗎？好食，好吃哦。跟杜當斜當尿，唔會話硬啊。當鹽味食。助理頭大家可能要食過，不過講到個做媽哦，可能好少嘅。做媽咪清好食咯，按當鹽味弄。係啊，按牛鳳姐咧。拿T110度，所以說很好吃。我覺得蠻驚豔的。走得建議一下哈，全台灣的麵店圈反走兩種風水來走。好不好？這樣明珠姐再也不敢去麵店。來試試看藍切。來，你阿姨是不是好豆豆嘞？哎呦，我豆豆哦，海山呢，做得哈。為什麼有點酸酸的？該做媽誒。做媽佢本身嘅發酵誒。哦，佢啲味道好到煮好哦，又熟，嗰個 QQ 嘅冇落體。唔知暗泡啊，要辣巴嘅。你自己有做走馬嗎？冇，冇卡冇做，所以米頭做得嗎？做對啦，那取到阿斌哥的建議動吼，拎上去，他這樣子想吃什麼味道可以多吃一點，少吃一點，選擇對。要謝謝我們主廚，出在主廚的醬，所以現在愛成那個阿斌哥了就對了。他是爐主哎，爐主對。給你掌握時間，馬上就都留，提前先搶70分，搶本數。
等下真紧会拜托一下卤煮嘞，来抢部分组。哦，真紧又白又保油哦。好来，先公平哈，来。好，2道菜其实都难拼啦。我的想法是讲吼，几个蒜头落姜嘛，切到油油。我安样搭配起来食油啊，唔会讲做妈的梅头好创，有挑到嘟嘟吼。因为是讲你材料的部分跟姜嘛落蒜头切到油油安食，吼当好食。啊，两片时间差不多，你食到跟做妈的梅头好创啊，可能是讲你还白。切个香辛料，主要切油油，用去做酱汁，淋上去，其实到梅头还有变化样嘅啦。卤煮，你啊吼，其实係講煮嘅響球的，跟落去個頭啊啦，配嘅東西就全部全軟軟了嘅啦。你若是頭去後背站弄下去，好配嘅東西是會起來切切樣嘅，梅頭兩邊穿一號啦。太謝啦，大家。好啦。前面比賽呢，總算成績出來，兩組都可以得到2分，平手都可以打頭名，恭喜得到1000元的加菜機。啊，咱今日咪就得到2500塊嘅加菜機。今下啲兩組吼，和討論到吼，今日馬上係拿獎品啦，結果咧，我們獎品真嘅以後啊。係啦。好，先來請胡妹姐老太下講一下你拜參加嘅心得。係今日千歡喜啊！哈，客家天師台嘅本來也機會啊。當上我來特拜看天師當上，真嘅哦！終於本來等到也一年，終於啊！當天啊，永遠的懷念。好，我講來了哦，講來比，好，有比吧？恭喜恭喜！胡妹姐你咧問呢？哦，老太下講一下你拜參加心得。我哋東本去今日來參加咧，安尼一家之主，今年本來學習到當多啊。咁你表現都當好哦，恭喜！來，咪當時我問一下馮小姐，今年吼，其實吼，你當時我講話，可是都冇輪到你咧哈，給你30分鐘，切掉。講愛叫我，講愛叫朋友下講。老大家分享一下啦。今年我前歡喜來到因為一家之主嘅個節目，你學習按多嘅，那是足夠嘅，前歡喜，謝謝你師傅。還剩29分鐘。好啦，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哦，姊妹問一下玉鳳姐，我老大家分享今年參加嘅心得。哦，那今日來我當歡喜，看到大家吼按到後生人，按認真按嗰種咧，謝謝。好，謝謝。其實第時上每棟後生啊，保持快樂的心就是最年輕。冇唔錯，一家之主呢講正經呢，正經係太起家合家歡樂，一起收看最後嘅節目。故所講呢，係講呢，你從電視機面前經常來參加，用排泄來參加，夾來唔可以講排泄，可能你胡妹姐就已經美夢成真了。係啊。看到 Andy 哈，就會看到哈，好開心的這個，我們4個開心過，做東河看嘅節目，不一定要看到韓語好呢度節目當配，還可以玩紅綠燈，嘅嘅嚟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等人睇起家鄉下來挑戰，實現你上天師嘅夢想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